搭港鐵途中遇到有較長延誤，站內有即時車務資訊同粉紅救兵幫到手。咁至於仲未入車站嘅乘客，睇實部手機咧就啱晒啦。車務控制中心會第一時間透過港鐵嘅 MTR Mobile App 通知乘客。一有延誤 ，MTR Mobile App 就會即刻通知大家，資料會陸續更新，例如最新嘅車務資訊同埋免費接駁巴士嘅安排，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嘅資訊。服務回復正常，會馬上通知大家。咁真係幾有用喎。係啊，為乘客提供安全、可靠、舒適嘅鐵路服務係港鐵嘅首要任務。鐵路系統係由數以10萬計嘅組件配合運作，始終有機會發生故障。但係我哋會盡快安全咁樣修復，務求將對乘客嘅不便減到最低。以客為先嘅服務精神，真係要俾個 like。